下一個問題係聽 Uman 問嘅，佢想問呢，作為一個成功嘅交易人，J Lo Sir 會認為佢平均年回報最少要達到幾多先叫合格呢？你問呢條問題之前，你首先搞清楚點解你要做交易，點解你要做投資？呢個答案係好需要先要有。人人個答案唔同，冇標準答案啊！你搞唔清楚個目標嘅時候呢，其實你問其他嘅問題呢，都係多餘不切實際。你見住人哋做100%、200%、300%，但係其實你已經好有錢，你生活已經無憂，你只係需要每年跑贏大盤嘅回報呢 say 10% 左右，你其實已經過緊一個好幸福、好開心嘅生活。咁你何必要追求人哋100%呢？所以呢一個問題其實係冇最優解嘅，唔好聽人哋講你一定要跑贏大市啊先叫好啊，冇所謂叫好唔好嘅一樣嘢嚟嘅。交易人唔需要永遠你都要保持住一個好高嘅 return， 你嘅人生唔係得交易呢樣嘢噶嘛。又或者交易喺你人生嗰度，有啲時候可能佔嘅重要性好重，但係去到某啲時候可能唔再係噶啦，可能仲有其他嘅嘢。更加重要一樣嘢係個平衡，你嘅人生嘅平衡呢一個先至係重要。你要追求好高嘅 return， 如果你會犧牲咗好多嘢嘅話，你問翻自己值唔值，咁你先至揾到到底自己想點。